歌戏，因为敢若听到声尔尔，所以阮声音的表现非常的重要，感情需要非常的投入。咱伫咧排练的时阵，金英老师他就是一直要求说啊，你看到人个人偷情吼，迄情也爱较重咧。看到安娜，迄感情爱较重咧，他很要求那个感情的部分。对我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会啦会啦，我会甲你小命命。咱虽然是讲报歌戏，但是毋是跟咱声音互你听尔尔。阮演员阁有做戏互你看，而且吼，我家己是伫咧想讲，这做戏的表现呢，你会当想做是讲报歌戏的演员。伊想要投入剧情，有迄个 tempo 表现这个感情，所以因爱连笔带动作，做出来迄个感觉，安尼呢录起来会更较逼真，更较生活化。比如讲呢，拍故事呢，要甲你拍出场，拍有锤，况且长。你若是无行出来，迄气味其实是完全无共款。因为拍鼓声咧，伫咧台顶，伊拢是缀演员的骹步手路。你若是无行出来，可能迄 tempo 差一点点嘛。所以阮今日就顺势，有比的动作，阮就来比出来。有排场，比如说讲开灯迄款的物件，就家己行出来。搁较水，搁较好看，观众嘛看甲足欢喜的。所以今仔日啦结束的时阵，有观众甲我讲吼，伊头一摆看到这款的演出，足热烈足特别的。伊希望讲吼，以后会使有搁较侪同款的演出会使欣赏。我就甲伊讲吼，后摆你就锁定闽南语猫咪家族的表现，因绝对有搁较侪作品会使听互观众来欣赏，你来拭目以待哦。